會計師樓每日都喺度重複做緊同一件事，人手打入發票、對銀行月結單、寫報告、追客交文件，仲要解釋稅務。呢啲工作佔用咗70%以上嘅時間，每年嘥咗幾百萬人力成本，但係換嚟嘅竟然係冇辦法快啲覆客，亦都增加唔到收費宗數。呢個時候你需要企業級 AI 私人助理，佢會自動幫你執發票、收據同銀行月結單嘅內容，識得智能分類，仲會即時 mark 低可疑嘅報銷。有會計師樓實測過，做 bookkeeping 同打 data 嘅時間足足減咗75%。初級員工由重複打字轉做高價值嘅審核工作，每個月仲可以處理多2至3成客，收費宗數明顯增加。我哋嘅 AI 報告生成器仲可以將數字直接變成清清楚楚嘅中英文管理報告、現金流預測同埋簡單嘅稅務解釋，同時會自動 draft 好多語言嘅標準 email、催款通知同埋文件 list。實測發現，準備報告同客溝通嘅時間減咗70%，客收到更專業、更易睇嘅 report， 反應快咗，滿意度高咗，令你唔使加人手都可以服務更多客。平台仲內置咗香港會計同金融行業知識庫，自動提醒你強積金同稅務最新條例。AI Comply 會幫手做 KYC 同 AML， 而 SOP 模組就會幫每位新客自動 generate 工作流程同定期文件 list。實測合規準備時間縮短咗70%，違規風險降低80%，新客上手更快，令你嘅服務質素同競爭優勢大幅提升。呢套開箱即用嘅 AI 會計管家，整合咗 Chatbot、智能助理、內容生成器同 AI Comply， 專為香港會計師樓而設。企業實測，行政成本大幅下降，收費宗數明顯增加，合規風險大大減低，投資回報率喺6至9個月內就可以快速回本。等貴公司可以專注做高價值嘅服務，贏得更多優質客戶。立即預約 AI 會計管家企業 demo，等發你嘅會計師樓喺6至9個月內見到真金白銀嘅回報。